大家好，我哋係香港中國婦女會馮耀經紀念中學嘅金正文、簡寧雅、麥一彤、謝美惠。今日我哋會為大家介紹嘅一款智能起坐器設計。咁喺近日，我哋發現咗喺香港好多長者好容易會喺廁所發生咗唔同嘅意外，導致咗唔同嚴重嘅後果。就住呢一個方向，我哋就設計咗呢一項嘅產品，就希望可以避免長者喺如廁過後起身嘅時候，因為腳軟或者頭暈而導致跌親等等嘅意外發生。而喺呢個裝置啦，我哋有呢個智能輔助系統，當長者行埋嚟啦，緊握扶手嘅時候啦，廁所板就會向上升起。而當長者坐穩嘅時候咧，自然就會放鬆，咁廁所板就會下降去返馬桶上面。而當長者如廁完畢嘅時候咧，就會緊握扶手借力，而廁所板又會向上升起，長者就能夠安全地站立啦，企好離開馬桶。呢個裝置啦，能夠減少一啲例如長者頭暈或者係腳部無力嘅情況，而引起一啲危險。同時啦，長者坐好之後，跟住佢撳呢個前面嘅掣，我哋嘅腳踏板就會升起。咁長者佢嘅大髀同埋 pat pat 之間就會形成30度，係一個最佳嘅如廁姿勢，就可以幫佢屙得順暢啲啦。跟住就防止便秘啦。同時啦，我哋會有個壓力計擺喺度，同埋有個紅外線嘅測距儀喺度。就當長者坐喺度，如果太耐嘅話，呢度就會響啦。係啦，跟住去提醒長者，你坐得太耐咯喎，會唔會有咩事啊？如果長者都係喺度繼續坐住，就會 send 個信息俾佢哋屋企人，叫佢哋屋企人去睇下，長者會唔會有啲咩事啊？需唔需要幫手之類。咁就已經有唔同人注意到呢個情況，亦都出現咗一啲輔助器，但係呢一啲輔助器就淨係得升降，就冇考慮到其他嘅因素。所以我哋喺設計嘅時候，再加入一啲人性化嘅設計，希望長者使用嘅時候感到方便同埋舒適。例如，我哋喺安裝嘅時候，呢個輔助器嘅闊度同埋高度可以自由調節，可以按長者嘅身高同埋原有嘅廁所嘅大小去調節。工程嘅時候亦都唔會有太大嘅改動。而且咁，如果本身前面有助行器嘅話，亦都可以勾喺呢個扶手，就唔會阻住嘅。咁除此之外，我哋呢個計時器亦都可以自由調節，可以按長者本身嘅如廁時長去調節個時間。咁安全方面嘅話，我哋呢個感應器係當長者雙手握住個扶手嘅時候先會觸發。如果得一隻手嘅話，係唔會喐嘅，去確保當長者坐落去同埋企起嘅時候，都已經足夠力量去支撐佢成個人，個廁板先會升起去輔助佢起身，以確保佢哋安全。而且佢哋呢個設計係好簡單，呢個感應器係自動嘅，佢哋淨係需要撳呢個腳踏嘅開關。就算係一啲唔熟悉高科技嘅長者都可以好快適應。咁我哋今日嘅介紹就到此為止啦，多謝大家。